神学教育甲宣教，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日是台南新人院的纪念主日，新人院神学教育甲咱来讲有密切的关系。新人院需要咱的带导，虽然伊嘛需要咱的奉献。正教会拢甲上帝讨讲，当阮若教会欠牧师的时，主求你想使阮会当找到一个合阮教会帮助阮搁优秀的牧师。真侪教会拢咧等将来当聘到好牧师，但是真正愿意恬恬静静虔诚来帮助神学教育的教会，并无真侪。所以咱袂当干那趁有一日天落落来，有一个好牧师来接咱的教会将来未来。咱需要鼓励咱的囡仔，咱嘛需要奉献，咱嘛需要为神学教育来祈祷，因为神学教育是一个真神圣佮困难的工作。我真欢喜学校爱我伫家己的教会代表学校来唤起兄弟姊妹对神学教育的奉献。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敢若毋是敢若关心着神学教育甲奉献尔。咱伫咱中间检查有的家庭，将来会出好的神学生，后来才做教会的牧者。愿天父上帝互咱环环相扣，伫这个神学教育顶悬，人拢有份，人拢有责任。伫咱要领受自古以来2000年前耶稣所留予正教会一个使命，恁就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讲爸囝圣神的名，甲伊行洗礼。既然我教是你的，就教因守。耶稣册签的这个使命，就是造就门徒，真侪传福音的使者，真侪神圣奇妙神者的记号。咱要领受上帝的感动进前，咱搁一摆同心用祈祷来设立这段，同心来祈祷。至关的上帝，阮作为组织伫你的教会，今仔日为着台南新人院，阮的组织的礼拜要分别做圣。阮特别要放伫神学教育做阮的祈祷，做阮的重点。至圣的上帝也通过今仔日网络的礼拜，会当感动伫参与今仔日神学教育组织的，无论伫啥物所在的兄弟姊妹，阮做伙有份，做伙同心伫神学教育的需要，伫因的困难的顶悬做背后的支持甲带导。恳求天父上帝甲阮三甲伫地，阮伫你的面前，也将今仔日的礼拜堂，这兄弟姊妹组织的这个盛会交伫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用阮这间教会，叫做神学院的带导，叫做神学院的守望，也真侪未来会当对这个所在出优秀的神学生，互上帝你来使用，做这个世代教会起造的工人。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我首先用这张相片代表学校，甲恁请安。咱的教会伫去年，咱亚华礼拜有参加的人有几个人？咱去年亚华礼拜就是过台南新人院。台南新人院是一间100几年的新人院。这间教室是初代是巴克的牧师所起的宿舍甲教室，后来甲佮起礼拜堂。这间学校长期以来，真对台湾一个真要紧的学校。毋是干那做神学教育，出真侪影响台湾的社会的真侪思想家，嘛甚至就是教界的优秀的牧长。愿这间学校会当永远高举上帝的名，尊主最大。今仔日我要甲咱讲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就是神学教育甲教会有密切的关系。神学教育甲教会有密切的关系。若无神学教育，就无今仔日的教会。神学教育会当帮助教会健康。2000年前，所有耶稣基督学生拢发现，福音直直传，人直直增加，教会直直设。虽然未赴起礼拜堂，真侪人做礼拜，并毋是伫礼拜堂做礼拜，因为福音的扩扩伫2000年来中，上奇妙就是初代教会耶稣4个月了后上天，后来学生逐所在传福音。信耶稣的人哪来哪济，根本就袂赴起礼拜堂，嘛会当讲根本就无礼拜堂。
所以有教会无礼拜堂，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你唔通感觉这句话奇怪，因为教会存在不是礼拜堂建筑物，教会存在是人的团契，所以人比教会的礼拜堂更加重要。初来教会到今日，这个故事已经2000年。这个故事是对耶稣基督开始，耶稣基督招人来跟对伊讲来做我的学生。对迄个时阵开始，神学教育就开始。耶稣招12个学生，这12个学生改变全人类的历史。所以神学教育不是多数人选择的路，神学教育是真少数的人。英语讲，这个人是一个 creative minority， 意思就是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所以自古以来，教会就是少数人改变多数人，少数的人来改变这个世界。耶稣对这种的模样，伊讲一粒麦仔若带入土里，死就结穗济济，一粒麦仔当结穗100倍。所以神学教育咧讲起，就是自古以来耶稣基督讲的上帝国的福音。虽然迄个政治是小，但是伊所起造起来，上帝影响力极大无比。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咱对耶稣基督来学习，伊怎样训练伊的学生。我嘛要甲咱兄弟姊妹唤起咱牧师甲咱做伙生活共同的生活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态度。我无甲恁当作是一般的会友，我甲你当作阮是家己会伫信仰顶悬的兄弟甲姊妹。所以牧师嘛，真认真甲中级的造就、甲教会的训练、会友的训练，都亲像新人院同款。所以有时牧师讲的信息会较严肃，有时牧师所讲的信息会较亲像咧上课。因牧师期待恁就亲像耶稣身边的12个人，虽然真少的人，但是若捌道理、有影响、有真理的开力的人，要改变这个国家。我望这个教会会当改变台湾，虽然好真就真好笑，但是并无好笑，因为事实上有可能一间教会会当改变一个国家，也这你相信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耶稣基督伊所做的工作，所以咱的教会查经班也好，咱教会祈祷会也好，咱教会所做每一个对生命造就的工作。伊是咧影响上帝福音，和这个开阔的世界，人有会当有机会当听到上帝的话，白白得到上帝的话，会当明白真理。所以上帝伫逐个阶段拢有无共款的方式咧带领咱的教会。所以咱的教会对2018年开始，咱就准备要做这个云端的教会。后来到2000年前这个疫情的，上帝让咱的教会有网络查经，让咱的教会有这个云端的祷告会，上帝让咱的教会有这个云端的教会礼拜的直播。所以后来甚至有的人虽然已经年老得逞，无再调去教会做礼拜，坐袂掉，因会当伫因的客厅、伫因的卧房，伊的囡仔用电视、电视就用 YouTube 互伊的爸爸妈妈。甲咱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耶稣的功课、耶稣的教示，是耶稣的学生脱胎换骨最要紧的影响。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讲，这个工作耶稣所做。你讲牧师，你写这4个英语字母，伊什么意思 ？WWJD， 伊意思是 What was Jesus do？ 就是耶稣伫过去做了什么货？第一个 W 是 What 什么？耶稣伫一生中间过去做了什么？但这句话嘛，当解释讲，耶稣伫将来要做什么 ？What will Jesus do？ 上帝伫过去是安尼，今仔日嘛是安尼，将来嘛是安尼。愿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唤起咱兄弟姊妹。耶稣要离开世间之前，伫马太福音的上落尾2句话，搁落上尾最后一句话我无甲伊写出来，但是耶稣伫伊最后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对伊的门徒讲，这句话叫马太，耶稣学生马太写伫伊的马太福音28章的上尾第2节。伊讲：你着爱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伊行洗礼。既然我吩咐恁的，假使因遵守，
既然我所讲过的真理，既然我讲过的话，恁记条条，佮教你的囡仔遵守。兄弟姊妹，咱来做基督徒，毋是到咱这代就结束。咱来做基督徒，应该到代代无尽。所以，兄弟姊妹，爱教你的囡仔捌耶稣的道理，爱教你的囡仔遵守出耶稣基督的道理。那安尼，义人的后代，上帝恩惠，到万世代，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学生看到耶稣怎样做？耶稣的学生听了彼得，听了耶稣的教示了后，后来伊开始传福音。这礼拜咱的教会查经班的进度，拄讲到彼得前书前后书，这是大卫保孙咱的教会这阶段用大卫保孙的圣经纵览，就是讲圣经的导论来做咱的查经的主题。这礼拜拄讲到彼得前后书。彼得伊所传福音的教会中间写2张批，一张批咧讲起外面的社会政治对教会的压迫，但是彼得后书咧讲的就是彼得看到教会内底的危机，因为发现福音传了后有人感动，但是后来有当时人佫无定根伫真理的顶悬，人拥有受欺骗，所以彼得后书咧讲起。彼得写予教会内底因伫危机中间有4项的危机，第一就是因为信心互人欺骗，人传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伫教会内底讲道讲的道理，甲彼得所传予因的道理，讲的道理甲耶稣所讲的道理无同款。咱来讲叫做相对论。今仔的时代真侪教会传福音，并不是货真价实，毋是真侪有一部分的教会，因为。咱今仔日伫这个社会中间，咱用一个灰色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真侪互上帝圣神感动的神学家伊讲，上帝的话没有黑白不分的，上帝的话没有灰色的地带，是的是，毋是的是，毋是。但是今仔日这个时代真喜爱一种叫做相对论。那我的题目是我就是安尼解说，所以无绝对的物件，至到今仔日的教会有退步，退步就是对真侪代志伦理道德的主张，相对的用相对论，而没有绝对的主张讲这对，这唔对。兄弟姊妹，这个危机唔是干那伫教会，嘛伫神学院，会晓讲神学的人无一定生活出来。是绝对的干净、黑白清晰。今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这个数度，因看见教会危机的时候，因讲出这个良心的话。彼得讲：我看见这教会信心摇错，行为模棱两可，后来品格随随便便。第一个你随随便便的品格的时候，你讲话嘛随随便便。人的言语伫教会内底，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特别是圣经讲的基督徒言语是要用来造就人的言论，上帝的言语不是用来批评论断别人，是来造就人的。兄弟姊妹，咱伫这个信仰的内底，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长大成人，真做有真清楚的观念的会友，耶稣的门徒，甲牧师做伙同心祈祷。求天父上帝使用这间教会，不是干那彼得、约翰嘛是安尼。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最重要就是约翰看到以后所的教会。约翰看到教会内底有一群假先知，等约翰离开了后，这假先知就入来，用口才，用迄个惊悚的话语。因为这个世间人食重咸惯死啊，胃口哪里？清淡好像平淡无奇，保罗讲毋是安尼。我无用智慧婉转的话讲道，并毋是因为我无主的道理通讲，乃是要用上帝的真道来唤起人认捌耶稣基督。雅各嘛是安尼，雅各伫伊的短短一张批内底，伊讲毋通甲世俗这个世界做朋友，因为若甲世俗交配，就是等于羞辱敌对上帝，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有够严格，有够严格的话。哇，一句话，这个数度拢来甲咱讲，神学教育对教会的重要。
是一个唤起人警醒、唤起人注意家己的生活、行为、品格、思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圣经互咱示密咧。今仔日的思维，甲咱共读的圣经，愿兄弟姊妹，毋是干那做礼拜，安尼听一摆就过去。你读了，你搁个周报摕出来，甲你的圣经摕出来，你把今仔日牧师所解说的圣经经文搁摕出来，然后你静静回想，牧师怎样咧分享这段经文的事。伫礼拜中间有倒一句话特别感动你，你静静去想讲，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对一句话，伊对我切一个，我无一定真了解，我嘛无一定同意，但是求圣神帮助我有能力，他反省这句话真正是咧对我讲什么种的话。兄弟姊妹，这句话跟你有关系，跟我有关系。上帝通过以赛亚讲，这定信道。这定的信我的人，是为着我家己。上帝为着伊的国度所创造的，伊讲咱是属于伊的百姓，目的要讲起上帝的荣耀啊！兄弟姊妹，看你的嘴，你伫你的面前，甲上帝誓约讲，主帮助我对今仔日开始，互我所讲的话是有价值的话，话唔免济。咱换手伫你家己的嘴，你讲主对今仔日开始，互我的嘴诚做祝福人的器具。我常常用好话宣告我的囡仔，将来要诚做有路用的人。这叫做祝福啦。祝祷的祝福就是这意思，对人讲好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你知影这是上帝咧对你讲。上帝讲，恁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为着要讲起。兄弟姊妹，你捌甲你的囡仔讲着信仰的问题吗？还是讲你总敢若牵你的囡仔来教会，然后顾在牧师安怎讲？兄弟姊妹，当然牧师袂凊彩讲，但是咱毋是敢若将咱的囡仔牵去互别人教，有时家己的囝、家己的囡仔、家己教。我认为这是做父母的人一生中间一个最要紧的使命。家己的囡仔，家己教。愿上帝赏赐你，互你有属灵的恩赐，互你有属天的气力，属天的礼物，祝福你的囡仔。愿你的囡仔比你更加优秀，愿你的囡仔比你更加敬虔。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会通出上帝所造就的一个信仰的团队。今仔有所的教会，虽然有所的教会捌互约翰看路，有所的教会嘛捌互阿所忧伤，因为伫启示录讲到有所的教会有一句话讲：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有所的教会失去了初衷啊，不是国中迄个初衷啊，起初的心。兄弟姊妹，咱信主的时阵在噗噗，迄个在噗噗的态度敢继续到今仔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教会内底，咱知影初代教会为着要设立制度，上帝赏赐因智慧的话，伊讲上帝所赏赐教会的制度，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这句话甲神学教育有关系，特别是后半段，伊讲有传福音的人，有牧师、有教师。这就是咧讲起神学教育的制度。传福音神学教育目的是要造就将来会当到普天的、到台湾的大角落去传福音。咱的早期，咱的信仰的前辈讲，台湾的每一庄头拢要有教会，所以迄个时阵台湾真正背教运动。兄弟姊妹，恁看到这个讲台，恁看到这个外口的礼拜堂的形，其实伫台湾有真多教会，甲咱的教会来翕相去足共款。迄个时阵，拄台湾的教会咧背教运动的时阵，所去的礼拜堂都差不多，大小也差不多，讲台嘛差不多。兄弟姊妹，最要紧，伊咧讲设立教会，将福音传到台湾的各所在。上帝圣神带领台湾基督教的教会，毋是干那做民主运动。上帝带领台湾的教会，一个最要紧，就是伫每一个庄头设立讲解真理的教会，传福音，
第二就是牧师，第三就是教师。教师是甚么？教师来用今仔日来讲，叫做新人院的老师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制度吼，小会来管理教会，恁爱知影，咱的教会做决策上重要的决策，什么人咧做决定？就是长老，咱叫做小会，由长老组成的一个小小的小组。因为这群人伫教会内底的确是一个较资深，第二较健全，第三伫教会兄弟姊妹中间有好名声，所以教会兄弟姊妹选这长老来陪伴牧师。牧师是教育的长老，注意听，牧师嘛是长老。牧师只不过就是长老中间的一个，但是牧师有一个特别的职务，就是教育教会。教育会长老，所以兄弟姊妹讲，咱对这个短短经文中间，咱会当明白讲，其实咱的教会会有今仔日其来有志，不是偶然的，嘛毋是黑白想想的，就安尼行。这个教会最重要这份，以弗所第4章12节讲，为着要成全圣道，中文翻译做成全这两字，但是基本上伊应该讲，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装备啦。装备，咱若要去爬山，爱装备咱的装备，爱穿好的好的肩包、背包，有攀有高的这的食物。咱若要出远门，要去国外旅行，咱嘛爱打包。甚至有人真好笑讲，爱炸我泡面，因为去国外万一若餐厅食了袂习惯。我上无暗时到旅社以后，佮当滚水冲冲食泡面。那旅行才可能开要去旅行呢。兄弟姊妹，装备是什么？将上帝话、上帝真正心意，将上帝话、将上帝心意真正放伫人的心中，直到人有能力各尽其职。所有兄弟姊妹，咱的文书拢无共款，但是咱无共款的文书来扣我来。咱就当做真侪无共款的工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讲，神学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咧栽培将来有才调起造教会，装备教会的这个神学生，将来做传道师，后来慢慢养成有经验，伫教会内底对传道师变做牧师，变做资深的牧师、少年的牧师，变做年老的牧师，后来变做有经验的牧师。兄弟姊妹，后来伫教会内底所有进来入来的人，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咱看到什么？咱看到耶稣伫咱中间，所以圣经称教会叫做耶稣基督的身躯。人若入来到教会，看到这间教会了后，伊毋是看到建筑物，伊看到人的行为、品格、人的讲话方式，伊就知影讲这间教会是健康的教会，也是无健康的教会。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我要甲咱讲遮尔济真复杂，甲台南新人介绍无关系的话。我要甲咱讲，新学教会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囡仔伫家庭中间，伊就开始新学教育啊。恁同意吗？新学院3年会当教出什么好牧师咧？会当教出什么好的传道师咧？遮个囡仔要入新学院进前，伊对细汉到大汉。伫爸爸妈妈身躯的身边，敢有建立一种敬畏上帝、不妥协的绝对的价值观念？所以，新学教育是对家庭的开始。但是，我会甲咱讲到，就是提摩太对伊阿嬷乐意，对伊妈妈尤尼基，毋是保罗教教提摩太，是因为提摩太有伊阿嬷乐意，甲伊妈妈尤尼基。所以今日我要甲咱讲，新学教育有3个所在、3个阶段。第一，你有可能将来会为了上帝栽培一个将来做上帝讲的牧师。你若欢喜，上帝来敬你，你就亲像玛利亚讲：“主啊，我心尊主为大。”如果你的家族若无出牧师，你免屈准。你会当提钱去帮衬迄个献身要做上帝工人的人。你讲新学院，我奉献一点点的钱，拜托你
用这条钱替教会栽培将来牧师。兄弟姊妹，神的教育是安尼，对家庭，后来到学校，最后咧受栽培的人，伊爱入去什么所在？教会。教会是神学生的第二间神学院。兄弟姊妹，我要甲你分享，我甲恁生活这30几年的感触。台南神学院是我的母校，但是德登教会是我第2间的神学院。李勇牧师处事怎样讲？这句话怎样讲？台南神学院是我第2间神学院，为什么？因为我伫神学院所读的话拢是知识，但是我来到德登教会，我看到上帝伫这间小小的教会。长期以来，伊所做传起来都是一篇足水的福音书啊！上帝伫咱中间所讲，你的故事嘛有份，我的故事嘛有份。上帝伫咱中间所做真多奇妙的事，迄就是德登福音书。虽然未堪伫放伫圣经内底夹起来，但是这就是今仔日这个时代，咱的福音书。兄弟姊妹，一个神学生若无经过地方教会的筛选。圣神的洗礼，伊无在了正对一个真成熟的牧师。兄弟姊妹，你我咱拢有份神的教育，但是今仔日这个主题最重要就是讲，神学院需要咱3项代志：第一项鼓励青年去读；第二为神学院祈祷；第3项为神学院奉献。咱的教会长期以来有，咱的教会中级。欢喜长期以来，每一年拢有定期对咱教会经常费提拨一条钱，奉献到3间神学院。因为咱知影神学教育是为着上帝咧栽培伊的工人，兄弟，你应该感觉真公平。咱的教会看神学教育最宝贝甲重要。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爱知影讲，这是上帝的心意。耶稣基督经12个人，但是改变罗马帝国。12个人，咱改变全世界，靠你这样简单的成本，兄弟姊妹，这个成本无简单啊！因为这成本不是钱，是耶稣用伊的性命定死伫十字架顶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讲，咱是一群要保养耶稣基督的人。拄则以赛亚所讲的迄句话：“恁是我。”为着我所创造的人，要找见恁去保养、去宣告。我带人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神的教育也好，教会的圣经主义也好，神的教育甲教会的礼拜也好，拢是为着要用各种的智慧训练、教示，互人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完完全全。通过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来到上帝伊的至圣所，徛伫上帝面前。所以你伫你的家庭嘛会使安尼做，牧师伫教会爱尽力安尼做。中心嘛爱伫这个中心伫教会内底帮助牧师同心做伙，互所有兄弟姊妹对囡仔到老人建立一个永不退后、永不退缩的迄种的勇气甲信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神学教育是2000年的历史的故事，对耶稣基督的开始。神学教育就是装备信徒各尽其职。兄弟姊妹，唔通做贫惰的基督徒，敢若一礼拜听一摆的讲道无够格。你需要有你个人的灵修，你需要有你个人的读圣经的习惯，你需要参加教会的侍奉。因为伫侍奉的过程，你才知影讲十字架毋是空嘴报纸，十字架的道理毋是干那空嘴报纸，十字架就是你屈来，欢喜揉涂骹，欢喜扫地便所，欢喜整理上帝的圣殿，各种的工作拢是圣洁的。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神学教育最重要就是建立健康的活命。健康的观念、健康的价值观念、健康的主张，因为今仔日这个时代，人的主张拢无同款，特别是今仔日的人主张叫做“我的权益”，对吧？
今日少年人开主业时，拢感觉讲，我的权益不能够被忽视。我若所讲的话，你要马上听，你要马上回应我的要求甲讲话。兄弟姊妹，愿真理帮助咱，会当知影，全备的信仰，是对什么所在？拄则牧师甲咱讲，提摩太后来会当成做初代教会一个真要紧留名的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恁捌安尼为着你的囡仔祈祷无？你捌甲你的囡仔做想讲，保罗甲提摩太讲，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这5项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捌甲你的囡仔做讨论吗？兄弟姊妹，你甲囡仔、你的囝讨论的会影响咱，比牧师伫讲道中间对你囡仔所讲的话，会影响咱较大。不只影响你的囡仔，嘛影响你的囡仔对你的看法。因为因会发现讲，我的爸爸妈妈是会甲我教道理、教信仰的爸爸妈妈。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信仰的3个阶层，牧师拄则已经有讲过，牧师要搁再讲一届。伫你的家庭，若将来有一个牧师要伫遐来产生，必然是因为你的家族中间有对这个工作有看重。我真期待咱的教会将来会当继续有人去读神学院，上少我对上帝有一个交代，还阁无够了。人讲什牧师，我看到大庆牧师就好像你的提摩太一样，我讲谢谢你的鼓励，兄弟姊妹。咱的中间后来提摩太伫什么所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神学教育会做这个事，咱预备，咱鼓励，咱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我所听的囝提摩太，我感谢上帝，你有接煞我有接煞我的祖先保罗成功家己保罗讲伊嘛是有同款的对信仰的家庭大汉。所以保罗伫出世一个真有敬虔的信仰的家庭，直到伊后来选择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个真坚持不妥协。你唔能够看耶稣咧骂法利赛人，你就看见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伫罗马帝国中间一定反对罗马帝国的强权、不妥协的一定信仰少数的精英啦。所以讲，咱会当对保罗来得到鼓励。保罗讲什么？我看到伫你的心中有一种无虚假的信心。换一句话，保罗咧讲，有一种人，要是心中信是有信，但是是虚假的信，对吧？这有话意思应该就是安尼啊。伫提摩太的心中是无虚假，因为这个信心对来，对你的外妈乐意，对你的妈妈有尼基，我深信嘛，伫你的心内，牧师敢会当大讲。伫咱教会所有的青年，有这种清洁的心、正直的心、无虚假的信心。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有5种招标的工作。拄则牧师讲，有先知、有使徒，有这个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教会有这种的制度，在神学教育中间无同款，各尽其职。所以教会若大家人拢做牧师，啥物人要做侍奉的人？若拢有侍奉的人，无牧师通叫做教师，安尼，咱要安怎了解圣经？所以教会内底有建立无同款。我要讲一个故事，甲咱做分享。耶稣的模范有感动一个人，就是长老教会开始这个人叫做约翰加利文。约翰加利文受上帝感动，不但伊有份伫宗教改革的工作顶端，叫做足有影响力的改革者。伊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想。约翰加利文甲上帝祷讲：主求你帮助我建立一间神学院，伊会当影响建立一间健康的教会。约翰加文去日内瓦头一个建立起的神学院，后来就是今仔日的日内瓦大学。伊所起的神学院，伊所建立的教会，伊甲上帝祷讲：上帝，互这间日内瓦的教会会当影响全日内瓦这个都市，也互日内瓦这个都市加在全欧洲的典范的都市，雄心壮志，
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就安尼来。所以，这种的 DNA， 这种的精神，这种的态度，第一教长的教会去到各所在，拢要建立一个典范的新约的这个组织，然后建立典范的教会。后来，约翰教会的学生去到苏格兰，建立了苏格兰的教会。建立苏格兰的教会，第一教将来苏格兰的教会将福音的经济带到台湾。台湾的教会真要紧的影响，就是对苏格兰的教会来。兄弟姊妹，一个典范的教会影响全世界。上帝甲我讲，你唔能看轻得等教会噗噗啊！你拄去的时阵，这间教会改成啥物拢无代志做，嘛有一寡牧师甲我笑讲：啊，你拢比迄草地，啊草地有啥人做？伫草地有啥物种惊天动地的事工嘛？呀，这教会重要，毋是干咱咧做事工。教会重要就是真做真实的教会安尼尔。真实的教会，伊本身就有这个自然而然的、必然的活命的开展。重要毋是咱做什么，重要的是咱是什么。所以，你知唔知？这就是神学教育咧想的部分。时间的因果无真长的时间，我甲咱讲这的代志。所以牧师第一个要甲咱讲，就是咱的教会有一个真要紧，就是爱重视收装备的工作。所以，若要做好的中级，咱来对圣经有了解；若要做中级，咱对品格有自我的约束。咱对生命的态度爱有自我的管理。咱才会当加做囡仔的模范。各尽其职。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躯，这是头一个牧师要甲咱讲神的教育，真要紧的装备就是装备。但是我嘛要甲咱分享，神的教育伫这个世纪愈来愈困难。我甲咱报告，三间神学院即马目前的情形，总共的学生，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甲玉山神学院，总共学生加起来3年，无到100个。去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正教会方面爱1亿来帮助这神学院的新学生，所以换一句话，一个新学生大概1年伫正教会的方面，一个新学生，咱的正教会为着伊奉献100万，毋是干那互伊做奖学金，所有这费用中间一个囡仔的身上，就背负了教会的期待跟帮助。这不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咱今仔日台湾的神学教育拄到的是少子化、世俗化，跟今仔日咱对真侪信仰的主张，不过太亲像古早，遐尼肯定、遐尼执着、遐尼坚持。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首先要诚侪健康的地方教会，咱来栽培咱的囡仔，将来准备。互上帝敬，上帝的招生简报拿出来，伫所有1300间的教会当中，基督长老教会内底，有几个青年会当互咱的上帝敬着？我毋知，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要甲上帝讲，主啊，求你帮助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有3间神学院的神学教育。或者新学生、新学院的老师有充足的属灵的灵、属灵的灵奶，能够供养所有这些囡仔。这新学院的老师非常的辛苦，因为真少的人爱做真多的工作。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最后，牧师要甲咱讲的结论就是：咱会当做什么？今仔恁听了这篇的讲道了，恁会当做什么？你会当伫恁的家庭中间做祈祷，做细孙仔汤，互我将来我有一个孙仔。你毋是有真侪人过去的老一辈我爱祈祷，我若有一个查甫囝、查甫孙，我将来要献予上帝，伊将来去做牧师。真侪教会中不是安尼，兄弟姊妹，叫做献身。献为活祭，会当互上帝用是极其荣光的代志。上帝敬会到，绝对毋是人敬村的。上帝若要敬咱，是咱的荣耀，也是咱的福气。
兄弟姊妹，愿咱为着正教会祈祷，也为着咱家己祈祷。主，求你帮助阮正教会，会当第一伫家庭、伫教会内底来养育、培养，将来要互主会看得背十字架的新学生。第二，咱为着新人伊奉献，为着新人伊祈祷。设施咱有听到一寡困难的消息，恁有听到新人伊的风声，听到一寡这代志，不听不传，归来毋是归来祈祷，为伊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如果若毋是咱会当解决的问题，互上帝去解决。但是咱有一个真要紧的态度，就是讲，我们永不弃、不离不弃。咱安尼做，毋是为着新人伊。咱安尼做理由是因为新人伊是上帝的，兄弟，咱欢喜甘心乐意奉献，毋是咱要奉献落新人伊，是因为新人伊是上帝的，兄弟明白吗？愿咱做伙，咱虽然毋是大恩赐或大恩情，但是有人有份，你若欢喜，你会当奉献祈祷，啊，还有就是陪伴咱家己。咱的教会若当亲像约翰加利阮讲，主啊，阮若建立一个典范的庄卡教会，我若加做一间典范的庄卡教会，我会当向所有乡村的教会见证讲，上帝无弃杀得等教会，所以上帝绝对无弃杀任何一间属伊的名建立的教会，你相信吗？兄弟姊妹，咱爱同心做好的见证，同心做好的见证。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对阮讲话，互阮明白，得等教会会当做什么？主求你的圣神甲阮三角地地，互阮无看轻阮家己的才情，互阮无看轻阮家己讲，阮人数遮尔少，啊，阮的能力遮尔小，阮较会当做什么咧？主求你帮助阮知影讲，原来寡妇的2个钱，一个囡仔5块饼2尾鱼。主啊，伫圣经明明记载，伫上帝手中要养起千千万万的人。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阮的教会，无看见家己，阮会当伫主你的面前啊，亲像一粒上帝国的种子，亲像一粒麦啊。主，阮听到你的差遣，阮愿意伫背后参与任何上帝你起造教会的圣工。主也求你固守阮所有的忠职。互阮的忠职会当成做领头羊，伫即个教会内底做守门员，会当伫即间教会内底做好的葡萄园的管家，修整上帝你的葡萄园。主帮助阮伫神的教育顶悬，奉献阮的金钱，奉献阮的祈祷，阮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